今摆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6年1月2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7篇第7节到14节，士师记第7章12节到22节，腓立比书第2章12节到1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发光。摄影甲光有绝对的关系，因为呢，伤暗就会变成做伤乌，那伤光就会变成做一个白。那安尼，无论是乌也白，都无法度显出伊的色彩。对伫色彩学来讲，安尼来讲吼，就是乌白毋是色啦吼。那有光，高雅的光就会将各种的色彩来显示出来。所以光对伫画图也好，特别是对摄影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。摄影的人若想要凸显这个重要的部位，但是又搁无够光的时阵，就会采用补光的技术来互暗变成做有够光。就好像亲像信仰共款啊，上帝是咱的光。但是呢，基督徒呢，蒙呼召呢，就是要来成做上帝的光，要来帮忙，就是保这个光来照这个世界，互世界有光。所以基督徒就是拢爱成做主的亮光吼。士师记第7章12节到22节，记载着基甸安怎带领300个人伫上帝的光照的下面，对强大的米甸军队发动战争来大赢的这个记载。规个山谷拢是米甸人、阿玛力人以及南部的部族，因亲像草莓旱济，因的落得亲像海边的山，算袂了。基甸到的时，有一个米甸的兵甲伊的同伴讲伊的梦，讲我梦见一个梦，我看到一个大麦饼射入伫米甸的平野，甲一个布片弄倒，布片翻黄色倒甲平平平。伊的同伴应讲，这一定是以色列的约阿斯的囝基甸的刀，上帝已经将米甸人甲全军拢交伫伊的手。基甸听到迄个人的梦甲解说，就该跪拜上帝。伊倒来以色列的平野讲：我讲起来，上主已经将米甸的军队交伫恁的手啦。伊就将迄300个人分做3队，将扫角甲空甕交互因逐个人。甕内底放火把，伊就甲因讲：恁着看我安怎做，我到伫营边的时安怎做，恁着照安尼做。我甲遐个甲我做伙去的人分扫角的时，恁着伫营寨的四围分扫角。搁发为上主为基甸，伫半暝以前，卫兵拄仔伫换班了后，基甸甲对伊的100个人来到伫营寨，因就分扫角讲破手里的甕，3队的人拢分扫角讲破甕倒手举火把，正手分扫角，因大声喊：为上主举刀，为基甸举刀。因伫平野的四围，因逐个人伫家己的所在，全营的军队化甲那逃走。迄300个人分扫角的时，上主互米甸全营的人拢互相抬来抬去，全营的人拢逃走到西利拉约伯死他，一直到伫瓦郡他巴的阿伯米荷拉。保罗伫写批互腓立比教会的批信的中间，讲到基督徒爱成做上帝工作的同工，爱成做世界的光，光来照这个世界，
亲像咱头前所讲着，爱诚做迄个念影中间补光的器具，帮助上帝普遍来照光即个世界。腓立比书第2章12节到18节也提到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我伫遐一时，恁有来顺探我现在我无伫恁遐，恁搁较着安尼，着继续行洋洋带来完成恁的得救，因为上帝时常伫恁中间伫做工，互恁有意愿搁会实践伊的好意。无论做甚物代志，拢毋通埋怨，还是论争。伊互恁通清白纯洁，伫即个邪恶腐败的世代，做上帝无欠点的囝儿，着伫因的中间发光，亲像光伫照世界，来坚守赐活命的信息，互我伫基督的日通看口。讲家己无空奔跑，无空着我若用家己的火做电酒祭，南伫恁的信心所献的祭物，我嘛欢喜，嘛要甲恁做伙欢喜，相款恁嘛着欢喜，甲我分享欢喜。诗篇27篇第7节到14节，上主啊，我求叫的声求你听。求你怜悯我，应答我，我的心对我讲，我来条件伊，上主啊，我来条件伊。求你毋通越走毋插我，毋通受气赶你的仆人。你一直是我的帮站，拯救我的上帝啊！求你毋通拒绝我，放杀我。即使我的父母去杀我，上主嘛一定会收留我。上主啊，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，因为对着的长胆，求你带我行白塔的路，毋通照对着的心愿，甲我交互因，因为因用伪证恐吓我。我深信一项事，我要活地的日会享受上帝的恩惠。着信靠上主，着勇敢壮大，着信靠上主。恳求主帮助阮学习，诚做光的反射者，诚做上帝的仆人，做上帝的同工来照光这个世界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